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3年4月初5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70篇，以赛亚书50章第4节到第9节，希伯来书第12章第1节到第3节，约翰福音13章21节到32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有言受难。耶稣基督伊有言家己会受苦，虽然伫无信的人的眼光来看是非常奇怪的，但是这是伊咧回应上帝透过先知预言来实践。有言受苦对基督徒有甚物款的意义？咱对几个角度来看，回应预言。咱头前讲，这是回应上帝借着先知的预言，因为上帝要赏赐救恩是透过耶稣基督的受苦，这是以赛亚书所讲论的这个受苦的基督、受苦的君王。第二个角度，咱是看到决志。咱用腓立比书第2章第5节到11节的经文来去思考的时阵，就知这是耶稣基督伊决志要谦卑到底，这也是上帝的旨意。耶稣基督的顺服来成就的救恩。虽然伊知影要出卖是伊家己学生，但是伊犹原决志要顺服上帝的旨意。圣经安尼讲，耶稣讲到这个话，心内真伤悲哀痛，就宣布：我心中甲恁讲，恁中间有一个人要出卖我。门徒就伫遐小看，安尼无明白耶稣基督所指的是啥物人。门徒其中有一个耶稣上爱的迄个人，就坐伫耶稣的身躯边。西门彼得就伊来试，伊讲问看卖啊，伊是啥物人？伊讲的是啥物人？所以迄个门徒就挖滚耶稣，问伊讲：主啊，是几罪？耶稣就回答讲：我担这块饼互什么人，什么人就是啊。讲这个话，伊就摕这饼担，就去互加利人西门的囝犹大。犹大就接过迄个饼，撒旦就入去伫伊的内面。耶稣就对伊讲：你所要做的，去做吧。第三是准备。耶稣基督回答犹大的质疑，安尼讲，但是耶稣讲：出在伊去吧，这是伊所留为着我安葬的日子所准备的。恁常常有送乡人甲恁三脚伫地，但是恁无常常有我。这是伫约翰福音12章第7节到第8节的经文所讲的。另外一方面，耶稣基督所预言家己的受苦，迄个目的，就是要爱互门徒会当有所准备。但是真可惜，因虽然听过那摆，却是阁听无。嘛是阁看袂到，最后是成就。这个受苦的预言是要为着成就上帝的救恩，因为咱知影，若无有受苦，就无有赦免的救恩。就亲像保罗所咧讲，若无有死亡，就无有耶稣基督的国活共款。以赛亚先知也预言将来耶稣基督所要赏赐互这个弥赛亚这个受苦。
所以讲至悬的上帝，甲我着讲应该讲的话，互我会晓得用话语来辅助野生的人。伊逐早起甲我叫醒，开我的耳孔，互我亲像学生会晓听受。至悬的上帝有开我的耳孔，我无违背，嘛无拒绝。人要拍我，我越较食拼，互因拍；人要戳我的喙手，我要越喙皮，自在伊戳。人侮辱我，甲我配喙烂，我无黄我的面。至悬的上帝有帮助我，我袂为受凌辱，所以我亲像石头，坚定面对一切。我知影我一定袂拄着见效，看我无做迄位特别来啊！啥人敢控告我？咱做阵来去上法庭，啥人甲我作对？做你的控告，看至悬的上主有在帮助我，啥人会当宣告我有罪呢？这个受苦的预言，的确是一个回应上帝旨意甲安排。弥赛亚的受苦，并毋是安尼枉然的。上帝的怜悯，不但安尼，伊所受的苦难，拢对上帝遐来补足，来甲伊高升，并且为着伊来伸冤。就亲像耶稣基督家己对门徒所讲的话，讲我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若无借着我，无有人会当到爸遐去。所以咱知影伊的受苦就诚做唯一，无有别个拯救的救恩。耶稣基督的受苦是代替咱世间人的罪，是为着世间人受钉死伫十字架顶。这款的救恩已经被世世代代的基督徒世人所来见证。也就亲像希伯来书12章第1节到第3节的经文所讲的，既然咱有这么多的见证人，就亲像云彩共款围设伫咱的中间，就应该排除一切的窒碍，甲咱高高甜无停的做。坚守奔走咱头前的道路，咱着爱注目看耶稣，因为伊是咱的信心的创造者甲完成者。伊无伫十字架的头前来求，反倒转为着迄个等待伊的十字架的喜乐。伊无将这个死的十字架顶悬的见效当作一回事。现在伊已经坐伫上帝宝座的正边，想看觅伊的经历，伊怎样忍受罪人的怨愤。所以你毋通灰心丧志。耶稣基督虽然有言要受苦，但是这却是上帝拯救的恩典。虽然安尼，咱感觉艰苦心，但是咱无需要来灰心失志。咱应该满有这种愿望，安尼来领受上帝予咱的这个救恩。诗篇70篇，上帝啊，求你拯救我！上主啊，求你紧来帮助我！愿少想要害我性命的人闹开见笑！
愿爱我受陷害人拢摆脱受凌辱。愿对我讲，好你惨啊！遐个人因为见笑来铁退。愿找求你个人拢因为你欢喜快乐。愿羡慕你拯救个人时常讲，着尊上帝最大。当时我困苦散赤，上帝啊，求你赶紧来我遮。你是我的帮赞，我的拯救。上主啊，求你毋通延迟。感谢天父，赏赐阮耶稣基督的救恩，透过伊的受苦，互阮得救。恳求主你，互阮明白这个救恩，接受你的恩典。基督靠主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